2026年1月份生活聖言。因為只有一個身體和一個聖神，正如你們蒙召，同有一個希望一樣。厄弗所人書第4章4節。喺基督徒合一祈禱週期間，我哋被邀請專注喺保祿宗徒致厄弗所人書中提到關於合一嘅主題。保祿喺一般稱為獄中書信當中，呼籲收信嘅人通過合一，為自己嘅信仰作可信嘅見證。合一係建基於一個信德、一個聖神、一個希望，並且只有通過合一，我哋先至能夠見證基督嘅奧體。因為只有一個身體和一個聖神，正如你們蒙召，同有一個希望一樣。厄弗所人書第4章4節。保祿呼召我哋心懷希望。乜嘢係希望？點解我哋被邀請活出希望？希望係一顆新嘅嫩芽，亦都係一份恩賜，更係一份使命。我哋有責任守護佢、培育佢，並且使佢結出豐碩嘅果實，以造福所有嘅人。基督徒嘅希望，好似將我哋置於喺一條狹窄嘅山脊線，好似企喺邊界上邊。喺嗰度，我哋嘅召叫要求我哋喺每一日、每一個時刻，都選擇忠於天主對我哋嘅信實。我哋嘅聖召，基督徒嘅召叫，並唔係僅僅個人同天主之間嘅事，而係一種召集，即係天主將致力於活出福音嘅人召集喺一齊，呼召佢哋要合而為一。我哋喺盧加勒嘅演講同著作中，我哋經常睇到佢明確咁提及合一，呢一個係佢靈修思想嘅一個特徵。合一係耶穌臨於我哋中間嘅果實，而呢一種臨在正係深切喜樂嘅泉源。佢曾經指出，既然合一對基督徒咁重要，咁樣冇乜嘢比背離合一更違背佢哋嘅使命。每當我哋屈服於個人主義不斷湧現誘惑嘅時候，我哋就喺度損害合一。個人主義驅使我哋獨斷獨行，只憑自己嘅判斷、個人利益或者聲望去行事，而忽略或者甚至藐視其他人同埋佢哋嘅需求同權利。因為只有一個身體和一個聖神，正如你們蒙召，同有一個希望一樣。厄弗所人書第4章4節。喺瓜地馬拉，唔同基督宗派同埋教會嘅成員之間嘅對話非常活躍。拉米羅寫信分享咁樣講：我哋同一班嚟自不同教會嘅信徒一齊籌備咗基督徒合一祈禱週。活動內容包括一個專為年輕人設計嘅藝術節，以及喺各教會所舉行嘅各種慶典。天主教主教團邀請我哋延續呢一啲活動，
並且籌辦一場分享交流會，邀請嚟自全美各地嘅主教同埋唔同教會嘅信徒聚集一齊，共同紀念尼西亞大公會議1700週年。除咗呢啲活動之外，我哋彼此之間亦都深刻體會到非常強烈嘅合一，以及由此帶嚟嘅豐碩成果。兄弟情誼、喜樂同埋平安，因為只有一個身體和一個聖神，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希望一樣。厄弗所人書第4章4節。